头功，是少林独特的基本功力。常以此功出其不意地战胜对方。少林武术正是在兼收并蓄、博采众家之长而得到发展的，但在多年格斗实战中，也形成了他独特的技艺和威震神州的基本功力。看，他先用少林劈沙掌，紧接着上去一个少林飞脚，将对手打下了擂台。这是老拳师赵江的小孙女。您别看她身单力薄，但是掌握了少林真功夫，也能够以弱制强。点穴，这可是少林秘功之一呀。这彪形大汉出手还没有几下，就被点中章门穴，躺倒在地。对于突然袭击，也可快速用点穴秘功把来袭之人制服。这是解救掌。点穴秘功因有较大的伤害性，轻易密不传人。